继续来到高雄，一间真有名的肉卵熟烹店，生意真好，所以引来楼顶的厝边肉空车，硬要共炒这个打鼓。头家当然是甲拒绝，只声惨咯，一直甲找麻烦，甚至甲头家抬着伤。虽然讲双方的纠纷已经进入到司法的定事，但是这个厝边也是一直吹上门共吵闹，让这个做小生意的头家真困扰。你别安那，你唔讲，卖因话啦，看要安怎啦。人伫做生意，为民众这个查甫人三番两次来伫大细声。咱来讲生钱啦，啊，袂送啦。唔那呢尔，佮冲入店内冰一冰刀，惊到边的人家赶紧走。穿乌衫这个姓叶的查甫人一直攻击姓瓜的头家，唔那出拳甲拍佮电暗棍啊，甚至夹内面的面包刀啊，都要抬这个头家。这件杀人纠纷发生伫高雄高山这间宵夜店，生意袂歹，引起楼顶厝边姓叶的查甫人目空车，想要拆空鼓被拒绝，就开始讲乱，然后就一直砍到警察看到影片都尖叫。加害人看到他生意，那之前他们本来就有生意往来，所以希望可以入股。被害人这边是拒绝的，所以双方在言语上产生了一些冲突。开店做生意真无简单，经营有成，甚至有开分店的想法，所以拄着这款恶霸。头家应该报警，应该提出告诉的，拢已经做啊。双方嘛进入司法庭诉啊，验过依完无都阻止这个姓叶的查甫人继续上门这代志，或者是想要好好做生意的头家感觉真无奈。